咗一個 post 俾大家睇下。咁大家都唔識你，點問問題呢？正式介紹一次，中意壽司加 Cici 就係等於我。Cici 係簡寫，係我補習老師幫我改嘅。平時大家睇我嘅片，聽我嘅聲好似正正常常咁，其實我現實係你聽唔到我把聲嘅。咩話？可唔可以大聲少少啊？你哋要多謝個咪先係聽到我把聲啊！講個秘密你知啊，其實我有2咪啊，體重呢就50kg，身高呢係假嘅，但係減肥呢係真嘅。呢個呢先係真嘅我啊！雙眼皮令到我有啲煩，不過學水水話齋要中意自己啊！156、50、12月27、33，唔知大家有冇呢本嘢呢？一本係小學嘅，一本係中學。點解會揀呢2個公仔呢？我都唔係好明。不如睇下人哋覺得我點啦。好好人，好好人。你好矮都好高，多謝。可愛斯文，眼大大得意，唔講嘢，好靜好靜。好朋友，多謝你。而家都可以一班很害怕的。你很 beautiful 啊，多謝。好靜斯文活潑咗，幾好啊，唔錯。好少嘢講，太靜有時候聽唔到你講嘢，乜嘢都唔講，悶都幾 Q。好靜都係好靜，好斯文好靜，原來都好搞笑。弟 B 白痴仔，斯斯文文唔出聲，好超靜，更加靜，好靜好斯文，好文靜，好得意，超可愛，好文靜，唔出聲。好乖，好靜，表來不一，好靜出聲，好得意，超斯文，好靜，好悶，斯文，靜加埋傻，靜。斯文，好酷，超級靜，大眼斯文，好酷，都幾可愛，好酷，好斯文，好契，好斯文，好溫柔，係咩嚟噶？靚女，好靚，多謝，好靜。好靜，好似唔識講嘢嘅小朋友。總結嚟講呢，我呢個 I 人慢熱靜，唔出聲，細聲，斯文，好酷，好得意，傻傻地。其實我平時呢都係自己一個玩嘅。因為同自己相處可以了解到自己，仲可以療癒到自己，可以學識獨立。不過有陣時呢，我都需要朋友嘅。好彩我2個 best friend 都會嚟嚇我，好多謝佢同埋我屋企人，同埋多謝我嘅心。就算嗌人都好，都可以勇敢表達㗎。拜拜，記得訂閱啊！